固定、安定两字加起来就是定定，意思就会变常常、经常。教育部是毋是永远在用外星语啦？拜托，定定本来是爱安尼写，咱就照字定定就简单安尼写。反正长底读长，时常的俗读定嘛无算奇怪。定的注音有一个片音声母当，当也定，中声定，中声变调是假声，合起来就读定定。定有七俗照相，路的定看到的景语就会使安尼读啊。定定台语有另一个讲法，接子业接，中声入声的接，东接得救的接，有闲则接来泡茶哦，则接来哦。教育部写这字接，这字本来的意思是真敏捷会去签鱼仔。这字签，齿掩签，四声签，正讲当时文化的用语哦，就引申做拍胜仗、快速的意思。若无快速，如何签有鱼仔呢？但是并无次数真频繁的意思。这集学写到的字定定，接来泡茶的接，捷运就读文音的捷，签用尖尖签物件的签。